快啲開門俾我，個死門夾住我個媽身邊。忙死爹姐姐，嘿嘿，好怕醜啊！姐姐選我茄子，你好夫人講啦。師傅，喂，到你啊，一啲都唔醒目。姐，佢好怪敷衍啊。日日影 pat pat 手機嘅內存成日都爆，趁呢幾日換咗台新手機，當日我就將台舊手機放咗上轉轉回收啦。大家嘅舊手機都係點處理嘅呢？好似我每次換落嚟嘅舊手機、相機、平板，都會叫轉轉免費上門回收，價錢滿意現場轉錢。我嗰台14仲賣咗3200幾，喺屋企瞓住就可以將台手機賣咗佢，特別方便。計我話趁住舊手機仲值錢，嗱叫轉轉上門回收就啱啦。呢個係姐姐定係哥哥？又有皮鬚又有頭髮姐？算啦，由佢啦，我準備收工啦。衰婆成日偷機，喂，憑咩佢坐車我坐台爛電機啊？停車，我又要坐車，一個媳婦坐死你。